大家好，我哋係國際心理健康中心 Person Centre。唔少人接觸心理治療嘅原因係想改變一下自己負面嘅諗法，或者學習用唔同嘅角度去思考問題。所以我哋設計咗呢一個突破思維陷阱嘅網上課程。人嘅思想係好複雜而有趣嘅嘢，幾個世紀以嚟一直都係科學家同哲學家研究嘅課題。思想既係我哋最大嘅資產，亦都係最大嘅敵人。我哋嘅諗法左右住我哋嘅情緒、心理反應同埋行為，喺塑造我哋嘅經歷同埋對周遭世界嘅諗法，都擔任住好重要嘅角色。但係人嘅思想並唔係冇限制同埋弱點，我哋好容易受到偏見、恐懼或者一啲非理性嘅信念而影響，而阻礙咗成長同埋進步。呢個課程嘅目的就係令你認識到呢一啲限制，同埋透過自我反省、心理學嘅知識同埋批判性嘅思考去克服佢哋。我哋會討論到思想嘅唔同特徵，呢啲特徵影響住我哋點樣去決定自己嘅夢想同埋抱負。另外，我哋都會提到唔同嘅思考模式，同埋一連串嘅思考陷阱。喺認知行為治療入邊，我哋稱為認知錯誤。你亦都會學習到點樣去調整你嘅內心對話，透過實踐認知行為治療同埋正向心理學為基礎嘅技巧，等你喺遇到挫折、感到困惑嘅時候，可以以更加客觀嘅態度去分析情況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影片下方預先報名，留低你嘅電郵。喺課程正式推出嘅時候我哋會再聯絡你。你到時可以以 Early Bird 嘅優惠價報名。我哋都誠邀你參加我哋一個5分鐘嘅問卷調查，幫我哋設計出更加符合香港人嘅心理健康服務。唔該晒。